主后2024年5月22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戒掉歹习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彼得前书》第2章10到17节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恁伫世间做侨民、做流浪客，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个情欲不时在攻击灵魂。恁伫未信者的中间就有好行为，互遐诽谤恁是歹人的人，通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伫主来审判的日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恁着顺坦人一切的制度，无论是对最高的统治者君王，也是对君王所派来奖励做好的人，刑罚做歹的人的官长，拢着安尼。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伊爱恁做好，互无知识的戆人无话通讲。恁做自由的人，毋通用自由做邪恶的借口，着做上帝的奴仆。恁着尊重所有的人，着听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。戒掉歹习惯。有一位牧师虽然已经年老，还专心传讲上帝的话语，阁常常为信徒祈祷。有一日，一位伫教会认真服侍的已婚兄弟来请牧师为伊代祷，却吞吞吐吐讲袂清楚代祷事项。老牧师甲伊看一下，对伊讲：“我腰是情欲的问题是无？通常这是查甫人敢做却毋敢讲的代志。”兄弟惊兄错一条，只好坦诚家己一直在偷看色情影片。老牧师为兄弟祈祷了后，甲伊讲：“转去向你的太太承认这件事，阿某做伙祈祷。”所以兄弟戒慎恐惧，转去向太太坦诚认错。其实太太早就知影这件代志。该知，这位兄弟的太太并无亲像伊所担心的安尼，就轻信伊也是离开伊，反倒当是甲伊斗阵面对，陪伴伊做伙祈祷，求主帮助伊戒除歹习惯。最后，两人斗阵去见老牧师，感谢伊的属灵引导，互因的婚姻关系更较亲密。彼得劝告伊所听的信徒讲：“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个情欲不时在攻击灵魂。对亚当夏娃犯罪以来，世间人拢陷落伫肉体的情欲中。干若太书第5章19、21节讲到，人本性的欲望是显然容易看见的，伊表现伫淫乱、污秽的行做、邪动、偶像崇拜、巫术、仇恨、争斗、气愤、恼怒、好争、分派、结党，和其他类似的事。彼得阁警告，做即种代志的人，一定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情欲总是得甲灵魂争战，大生发生伫心思意念。耶稣捌讲：“毋过我甲恁讲，人若用邪念看妇女，已经伫心内犯奸淫。”因为安尼，彼得劝勉信徒，爱知影家己伫世间是寄居的，是人客，
毋通为着短暂的最终之乐，失去永恒国度的荣耀。毋通放纵，也通译做禁戒。人若想要戒断毒瘾、性瘾、酒瘾，也是三事瘾，爱先有决心，除了求助专业的帮赞，也需要同伴的支持。戒断过程中，除了爱远离有害的环境，也需要忍耐。禁戒只是改变的起点，过程中对圣神诚做圣洁，通顺服耶稣基督，搁对伊的血得到洁净。重点是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要禁戒肉体的情欲，需要靠圣神的光照甲上帝的话语，毋是靠人的自省，也是完美主义的标准。当圣神光照，让人接受基督宝血的洁净，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显出端正的品行，活出亲像伊上款尊贵光荣的生命。默想，求圣神光照家己，是毋是有加拉太书第5章19、19、21节所讲到的情欲问题？有决心转离遮的无？有甚物可行的步骤？是毋是伫心中交流出愿望？禁戒遮的情欲以后，生活会安怎搁较美好咧？求圣神光照家己，是毋是有加拉太书第5章19、21节所讲到的情欲问题？有决心转离遮的无？有甚物可行的步骤？是毋是伫心中交流出愿望？禁戒遮的情欲以后，生活会安怎搁较美好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遵行你的话语，互我勇敢面对心中的黑暗，无搁再见笑闪避，搁求你赐我属灵导师和同伴，引带我行正直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